各位嘉賓、各位朋友，大家中午好。咁我非常之榮幸啦，獲邀參加今日呢個活動，同在場咁多位業界朋友、專家、學者去見面交流，就住呢一個發揮香港優勢、深化國際合作呢個非常之重要嘅議題啦，去交換意見。咁首先喺度啦，我要衷心感謝廠商會啦，舉辦今日呢個高峰論壇，令到我同我嘅政府同事啦，有機會去聆聽各位參與者，尤其是各位講者嘅真知灼見，大家嘅寶貴意見同埋建議啦，對於特區政府喺制定政策或者應對措施嗰時啦，係非常之重要㗎。咁所以大家千祈唔好吝嗇，繼續積極咁向政府建言獻策。廠商會嘅朋友啦，就請我就住香港或者簡單分享啦，香港作為一個經貿合作樞紐嘅呢方面嘅優勢同埋嘅使命啦。咁首先優勢方面，大家都清楚啦，香港係全世界唯一一個融合中國優勢同埋全球優勢嘅經濟體。喺一國兩制下，香港擁有背靠祖國、聯通世界嘅獨特優勢。咁作為全球首屈一指嘅國際金融中心、航運中心、貿易中心，我哋嘅人流、物流、資金流、信息流係自由流動㗎。再加上我哋其他良好嘅制度基礎啦，包括我哋係實行緊普通法啦，我哋有獨立嘅司法機構啦，我哋有營商友善嘅環境啦，我哋有同國際接軌嘅規管制度啦，以及我哋係有一個簡單同埋係具有競爭力嘅稅制等等。咁呢啲啦都係令到香港有條件、有能力做好引進來走出去呢個雙向平台角色㗎。咁就住或者係藉住我剛才所講，香港方方面面嘅制度優勢同埋啲相對優勢啦，喺現今呢個咁動盪嘅一個國際環境底下，香港又可以扮演乜嘢嘅角色，或者我哋又可以履行乜嘢嘅使命，從而令到我哋香港嘅經濟能夠持續發展。令到我哋香港喺區域層面或者係國際層面啦，能夠更加彰顯我哋嘅影響力啦。香港嚟緊嘅使命啦，或者嚟緊嘅重點工作啦，我認為啦就係需要以一個新嘅思維、新嘅模式去幫助國家、幫助我哋嘅內地企業揚帆出海。喺現今呢個非常之剛才所講啦，動亂嘅一個地緣局勢啊，以至我哋呢個國際嘅經貿格局不斷嘅轉化嘅當中啦，咁我哋係要好好咁把握部分供應鏈啦，正係向住全球南方同埋一帶一路國家去遷移，以及啦就係好多嘅內地企業啦都非常之積極走出去呢個咁嘅大形勢，我哋要把握，亦都要認清呢方面嘅大形勢㗎。咁喺呢方面啦，我哋投資推廣署同埋貿發局啦，亦都喺舊年12月啦，係正式建構咗一個高增值嘅一個係服務供應鏈嘅服務機制啊，咁就係為內地嚟港嘅企業啦提供個一站式嘅諮詢服務。咁呢一個新嘅政策方向啦，亦都能夠有效咁去深化香港嘅國際交往合作。回應李強總理喺佢工作報告喺今年嘅工作報告當中啦，係對香港嘅期望嘅。事實上好多嘅內地企業啦，亦都係睇準咗香港多方面嘅獨特優勢㗎，咁係希望咧就係透過香港去處理或者去管理佢哋嘅跨國嘅業務㗎，跨國供應鏈嘅業務㗎。咁俾幾個例子大家，譬如喺內地有間係物流商嘅龍頭企業啊，係專做一啲嘅供應鏈嘅解決方案啊，咁大家都知道啦，係京東物流啦。咁最近亦都喺香港啦設立咗佢第5間嘅運營中心。進一步啦提升佢香港嘅業務，同埋啦提升佢嘅供應鏈效率。咁另一個例子啦，就係一間內地做一個係工程機械企業31集團。咁佢哋啦最近啦亦都係喺香港設立咗一個結算中心，咁從而啦可以更加好善用香港嘅專業服務啊、金融服務啊，去為佢哋嘅跨國業務啦，去提供一啲嘅國際嘅結算平台啦、跨境嘅融資啦，以及啲風險管理服務等等㗎。
嗱，咁上述兩個例子啦，都充分説明咗將香港打造成為一個跨國供應鏈管理中心喺呢方面啦，我哋係有優勢，個發展潛力啦，亦都係相當之巨大嘅。咁所以啦，特區政府我哋會繼續推動相關嘅工作，做好相關嘅推廣嘅。至於要做好我剛才所講幫助內地企業揚帆出海呢方面嘅工作啦，我哋香港自身嘅競爭力、自身嘅優勢，以至我哋一個國際交往嘅能力，當然要不斷咁提升啦。咁呢方面呢，就係包括我哋要進一步擴大我哋個全球經貿網絡，我哋要盡我哋嘅能力去推動一啲嘅多邊或者區域合作，我哋要擴大我哋香港經貿嘅朋友圈，咁啊包括就係譬如中東啊、東盟啊、以至一帶一路沿線嘅國家或者地區等等嘅。咁事實上喺現今呢個非常之複雜嘅國際形勢底下啦，我哋見到單邊主義啊、保護主義啊不斷咁抬頭，多邊貿易嘅制度，以至一個剛才所講推動一個區域合作啦，就顯得更為重要。嗱，咁香港作為世貿組織嘅創始成員啦，我哋一定係會堅定不移咁去支持以一個世貿組織為核心，以規則為本嘅多邊貿易制度㗎。咁我哋希望咧就係做好呢方面嘅工作啦。咁亦都咧係擴大我剛才所講嘅朋友圈啦。咁包括就係我哋係會努力咁開拓一啲嘅新興市場，包括就係譬如係拉丁美洲啊、東盟啊，以至中東。咁剛才葉太都提及到啦，行政長官聽日係會帶團去出訪，帶同我哋香港應該係有30幾間嘅企業啦，連同內地有20幾間嘅企業啦，一齊去到中東科威特同埋卡塔爾嗰度做訪問啦。咁從而啦，希望可以做好一啲嘅商機對接，擴闊我哋嘅朋友圈。咁另外啦，我哋係喺自貿協定投資保障協定嗰方面咧，亦都做咗大量嘅工作嘅。咁大家可能都記得啦，我哋舊年11月啦，應該就係11月啦，就係同秘魯啦簽訂咗自貿協定啦。咁另外我哋舊年同巴林簽訂嘅投資協定啦，亦都喺舊年嘅3月21號開始生效㗎。咁嚟緊啦，我哋亦都會加強呢方面嘅工作啦，包括就係同沙特阿拉伯啊、同孟加拉國啊、同埃及啊，以至同秘魯啊，我哋會商議呢個投資協定呢方面嘅工作㗎。嗱，除咗同更多嘅經濟體簽訂自貿協定同埋投資保障協定之外啦，咁我哋亦都係積極咁同馬來西亞同埋同沙特阿拉伯嘅政府啦，去跟進緊喺當地開設經貿辦呢方面嘅工作㗎。咁大家都清楚啦，而家全世界我哋擁有14個經貿辦，就駐外經貿辦。咁我哋都係透過呢個經貿辦嘅網絡啦，我哋嘅同事啦都努力咁去説好香港故事，推廣翻香港嘅優勢，尤其是啦就係喺大灣區嘅發展啊，以至一帶一路倡議啊，呢兩個國家嘅重點策略所帶嚟嘅相關機遇。咁嚟緊我貿發局投資推廣署以至我經貿辦會繼續係三位一體，透過佢哋嘅國際網絡啦，做好相關嘅工作，尤其是剛才我所講嘅內聯外通、引進來走出去雙向平台呢方面嘅工作嘅。嗱，喺呢個複雜嘅國際形勢底下啦，我哋亦都留意到有好多唔同嘅經濟體啊、企業啊、資金啊，其實咧佢都係要做一啲嘅地區分散風險嘅動作。佢哋就住一啲嘅資產避險方面啦，係要做一啲嘅動作嘅。咁正正喺呢方面啦，香港我哋可以為嚟自全世界嘅企業啊、資金啊，提供一個非常之安全同埋穩定嘅環境。咁所以啦，我哋要把握呢方面嘅發展機遇，把握呢方面嘅大趨勢，希望吸納更多嘅資金，吸納更多嘅企業啦，係進駐香港嘅。咁大家最近都可能聽過啦，喺特區政府嘅指示底下啦。證監會同埋港交所亦都係做好準備，咁係會便利一啲係打算回流嘅一啲中概股嚟香港上市㗎。咁其實據我所知啦，咁港交所同埋證監會咧，其實已經係接觸咗部分呢啲嘅企業嘅，為佢哋來港上市啦，去提供一啲嘅指引同埋提供一啲嘅協助㗎，就確保就係香港能夠成為佢哋上市嘅首選地。各位嘉賓、各位朋友，正如我剛才所講，
喺現今呢個非常之局勢動盪嘅環境底下啦，好多嘅企業、好多嘅資金啦，其實都係揾緊一個相對地透明政策穩定以至歡迎合作嘅一個市場。香港正正呢方面啦，就係可以提供到一個好優越嘅條件、好優越嘅環境。咁所以啦，我同我嘅同事啦，一定啦會喺呢方面啦係多加努力，做好呢方面嘅工作嘅。事實上，喺一個係香港自開埠以嚟啦，其實我哋係面對咗好多唔同嘅風雨啦。其實我哋亦都喺每一個挑戰當中啦，香港啦都能夠變得更加茁壯嘅。所以啦，我係好相信香港喺現時一個非常之動盪嘅經貿格局底下啦，我哋一定能夠係化險為夷，轉危為機嘅。我哋一定要係認清楚我哋個形勢啦，我哋要站穩陣腳，我哋要發揮好我哋嘅自身優勢啦，我哋要發揮好，尤其是我哋一國兩制底下嘅獨特優勢。我哋要做好內聯外通嘅工作，我哋要深化一啲嘅區域合作，我哋要履行我剛才所講嘅一啲使命啦。我哋要共同咁識變、應變、求變，喺個變局當中啦，去推動我哋嘅經濟高質量可持續發展。咁喺度再一次多謝廠商會，亦都感謝各位講者今日嘅分享。我係非常之期待同大家繼續多溝通、多聯繫，我哋共同努力去應對挑戰，把握機遇。大家努力加油 ！Thank you。